是香港張文圖啊！今日介紹俾大家嘅係火車站隔離呢個香樟國際啊，距離火車站直線距離都係100米度嘅一個直線距離嘅啫，直接穿個公園就可以啦。然後呢個花園啦係一個5棟嘅電梯單位嚟㗎。今日介紹嘅係一個45個平方，1房1廳，總價平啊，上車上睇睇。上到單位睇到係一眼望晒，等於大酒店嘅一個套房咁樣啦。咁原裝你可以喺度間翻個牆啦，咁啊做好餐黑分離啊。咁而家呢個單位咧就係細單位1房，通天然氣嘅。咁啊見到成屋都係一個瓷磚上牆嘅，咁呢個保養就會好好多。而家地板1米乘1米嘅，咁呢邊一個內置採光窗咧係朝北向偏西，所以下就可以露台曬得太陽。咁呢邊個生活露台都係做咗風窗處理嘅。咁呢邊一個通天然氣嘅戶型嚇，洗咗間。呢邊個採光咧 OK 嘅，而家做咗踎設。廚房空間通天然氣，整整齊齊，一房就1到2個人住啊！咁呢個咁嘅位置啊，空